嘿嘿，我要将碗粿吹给暖哥哥，好食到的人拢马西马西。就是你来变鬼变怪。哈，竟然别坑啊！我是鸟车头家。今互遮的人拢变回原形，因是无辜的。无卡怎？因食到我的料理，就互我控制啊！因像白食无味的碗粿同款，软哥哥软烧烧。咦，这是啥物怪味？嘿嘿嘿嘿，我一定都肉调工见到猪这猪肉，佮用特殊的能力，甲老食变甲乌妈妈。人若食到面色反乌，腹肚甲滚哀哀叫。恁看，迄两个面色反乌，敢若真无爽快。我的腹肚，拄食去迄间铁厝遐食空肉饭了后，腹肚愈来愈疼。阮党阁是鸟车头家，佮互恁看破骹手，无想到人遮好骗，看起来乌索索嘛敢食。嘿嘿，即摆我驶车四界去卖肉丸，我动心料理叫原队找着我。即摆肉丸若食到到底，规暝困袂去。若搁有音乐，会当潇洒暝三日拢免困。来，你的肉丸。来哦，来食肉丸哦，清汤饮汤海哦。那冲电同款精神十足，快乐十足。外口迄个叫，哪发生代志？我闻到阴谋的气味。来哟来哟，紧来看，钱钱价钱入大厅，富贵好运规山平。若要钱钱发贵，明年一定会当大赚钱。哇，有钱钱多样的法粿呢，真有创意。等咧，拄食法粿的人，敢若变甲足激动的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摕来！阮党是鸟车头家。可恶的料理救援队，又搁是恁来破坏我的计划。你到底变啥物？是安怎你的法粿担这么轻？啥人无爱发财？只要发大发财的口号，大家就手要爱呀！利用碰风的口号来使弄人，实在足卑鄙的。是因家己想要发财，哪会使怪我？